10个人活头啊，敢咧叫我安尼吼，即种叫做菜市仔名啦吼。啊，因为我有写佛课，吼，而且我是写台语的佛课，吼。当然，咱法鼓山的地主上熟的就是四种佛祖强免语，吼。咱法鼓山有华语版，嘛有台语版，我写的嘛是台语版吼。所以开场咱就先来，吼，用即首咱圣严法师、咱圣严师父所写的吼。咱修行的吼，咱即个地主上定定逐工咧想的吼，即首四种佛祖强免语吼，来献互咱法鼓山的圣严师父甲各位万行菩萨。好，请。万世。
敢有感觉即首歌真好学？听2遍会晓唱啊吼？吼，迄 YouTube 头顶有哦吼，你会当去头顶家己试影片，吼，啊对咧唱，安尼就会感觉无遐尼歹背嘛吼。吼，大概咱若要进行活动进前，拢爱先背这对无？吼，啊我就是感觉真无好背吼，我甲写做歌。一时啊，就背起来呢。吼，所以咱就发现讲，咱若要学物件，咱若会当家己编做歌，足好学的啦吼，加足方便的。吼，啊，过来吼，我就要来小解吼，我家己吼。咱今仔日的题目吼，号做以诗为歌吼，就是阮写的歌，其实毋是流行歌曲。伊其实号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，号做歌诗。歌诗就是甲诗唱做歌。吼，咱知影讲诗人若是写诗吼，诗拢是写甲真好嘛，才会当叫做诗。抑毋过有当时啊，咱若要看诗，吼，啊是要读台语诗，尤其是台语诗啊，咱着读袂标准啊。吼，咱着讲哇，我着知影即首诗写甲真好啊，啊毋过我着袂晓朗读。我都读袂出来，吼！啊，咱若甲写做歌的时阵，你听你就晓读啊，对无？吼，所以这就是我吼投入即个台语歌诗创作的原因之一，吼，要推广台语。吼，啊，阮的团名吼做啥物？台湾新民歌诗走唱团吼，足长的一个名，我等下会讲为虾物吼。所以我讲学台语唱歌。甲读诗，吼，咱会当家结合，号做歌诗，吼，像咱咧学，吼，即个上经的时阵啊，咱嘛有泛拜对无吼？吼，咱即个泛拜的时阵呢，咱着安怎？有即个声调嘛，所以咱经着背起来，吼，啊无你讲迄大悲咒，要安怎背对无？吼，啊你也家用泛拜的方式唱。用唱的就足好背啊，吼！啊，毋过有个人嘛是讲，我嘛感觉足歹背。用唱的我感觉会歹背吼，因为迄是梵语啦吼，无遐尼简单吼。啊，这是我的一点仔